嗱，咁而家咧亦都有唔同嘅消息咧，就係話呢一個咧係哈梅內伊，哈梅內伊咧係正在計劃咧逃亡噶。好啦，咁啊而家咧好多咧影片所見，喺伊朗裏邊咧四周圍都有大量嘅建築物咧着火，有汽車咧被推翻，有大量嘅示威者喺街頭咧大叫咧打倒獨裁者噶。而消息咧亦都流傳，就話呢一個咧最高領袖打算咧係計劃逃亡離開。好啦，咁根據咧外界分析㗎，話如果呢一個咧係伊朗嘅哈梅內伊係要逃亡嘅話，咁好大機會咧係會揀呢一個咧係莫斯科㗎，即係俄羅斯。再一次證明呢個俄羅斯咧，仲有中共仲有伊朗三個咧係鐵三角關係嚟㗎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伊朗而家咧行到今時今日咁嘅地步，你話俄羅斯點會唔腳軟呢？仲有中共點會唔腳震呢？